好，来，咱对1661年11月19号读起吼，荷兰人毋是荷兰人啊，郑成功包围即个越南野城，一直包围到各等于的离歌吼，所以伊对4个队开始包围吼，4个队，所以就12个。减4个就8个月啊，吼，一年，今年就为8个月，各等于2个月就10个月安尼吼。好，来看吼，11月19拜六早起，有一只敌人的篷船对北方落来入港，阮看到南方有3只船，就命令 ZX4 号来航往迄边去。中昼天顶流啊中昼流啊有雾气，因此看袂到远远的情形。约有25只篷船对赤坎头前用篷起航。这个容客船吼，我拢读篷船啦吼。这个篷毋是帆船啦吼，是迄个篷船啦吼。好，约有25只篷船对赤坎头前用篷启程吼，看起来是要去鹿耳门的。沿岸调集可敬的福尔摩沙议会议员，伫议会呢由阁下因来一托要用一个岛份号送去巴达维亚迄寡文件，并且伫迄寡文件顶头签名。1661年8月的最后一天，商务员 Daniel 6清点初号仓库年的船号的时阵，所看到的号队，伫个今仔日交出来的清单里，照迄当时所看到的表列其各项船号如下。在这张小单甲清单甲倒一撮吼。长官阁下下面表列的商品是1661年8月最后一天伫个公司的仓库里看到的，这个号队情形，就是104有个1/4，是104有个1/4尔，要做画队的旧年的皮吼。6217斤一级品的丁香。12680斤低品级的肉豆蔻，584斤肉桂。这个豆蔻是我查历史典去读的啦。我有一道捌听伫个中药房咧做人捌读过这个书，结果我袂记哦，所以即马佫找袂着啊，所以。只好佫继续读豆蔻，我今仔以前若读我已经袂记吼。好，584斤肉桂，389斤绿豆蔻的鸡精皮，1524161斤胡椒，5378斤砂糖，655个糖桶，671斤钢铁。1726斤蜡，525斤硫磺，14959斤木药，64625斤盐，33890磅的铁，12788斤木香，5192斤水银。19771斤子弹，19771斤弹香木，4559捆的藤，1483斤的锌，锌是金利平个辛苦迄个锌吼，12468斤泥香，12079斤槟榔，201斤茯苓。5499斤乌漆。1661年11月19，伫个越南野城，下队署名是你阁下的部属 Daniel 6。
以上11月19，过来11月20礼拜日，11月拢记较倒倒呢。举行安息日礼拜敬拜主，昨启程的迄寡篷船停伫龙眼门的有30只，因此留伫赤坎的篷船算起来无够10只，小船除外队长 Oldhorn 顺领船只对南方转来，因载转来物件主要有相当数量的茶芯甲一寡椰子来做新鲜的食物来食用，因对迄边拢无早转来重要的消息，不过一切拢顺利如意。愿上帝互即种顺利如意长久持续落去。下晡送一张批去互副司令官 Michael Angenken 先生，甲伊讲爱踮咧遐的即个停船的所在，尽量较近去甲迄只找到领港船 The Jagger 号来增援伊的船帮，并且尽可能来用点甲封密起来，以便伫需要的时阵会当派去巴达米亚或者是其他的所在，也无地水，也无地水的时阵，这是直接翻啦，就是。天要暗的时阵天要暗下的时阵，又搁送一张批去互上述的副司令官，命令伊讲，一旦迄只大篷船 The Luvas 号来到迄个停船的所在，就爱随甲该船的物件落到其他的船只，并且互该船准备好出航的代志，以便该栋大船Dolphin 号航往巴达米亚。伫迄个期间，要为着迄只领港船增援船帮的工作，就会暂时停止落来。不过，该领港船欠缺的设备爱该补充。当迄只Dolphin号要伫夜间用篷启航前往巴达米亚的时阵，爱甲船顶的迄寡机器拢收落来，点来摕去挂伫迄只 Xerxes 号。即只船呢，升挂即面机器了后，就要移刷往南港道的北边停船，因也无达得事实的代志来发生。歹势，听到这声咧，我咧食这熬汤11月礼拜一透早天气良好，阮会着人用真侪小炮对北线尾往即边射击，但是差不多拢无造成损伤啦下晡命令迄只对小琉球转来的大篷船 The Luvas 号伫咧即个停船的所在来停船，这几工拢咧审啦修正要送往巴达米亚的所有的物件，直到暗时真暗才修正完毕。安尼结束啊！11月礼拜二，天气如同昨昏，送一张飞去甲即个副司令官讲，阮听讲迄只领港船严重漏水。严重到伫咧一天内24小时内必须爱扬水5000摆，因此命令伊爱踮咧遐尽可能来甲修理啦又搁若大船要再往南边或者是其他所在，就爱命令即只小船同齐去遐，搁甲修理甲搁较勇起来该船顶的武器爱用小船载来一个岸顶，要寄去巴达米亚，互阁下因的批的原本如上所述，经过一托签名，并且甲伊封起来。伫咧，迄只有一个注卡，咱来看卖讲 J 靠写互 J
米兹克的配原本写伫被围攻的热那亚城堡里。1661年11月22号 ，VOC 1240号176到189。这张批会另一个抄本收录伫 EVOC 1236878到887。Provisional Archivo Formosa and Hetgene in Het， 我后白念啦吼，后壁有翻译吼，讲我认为佛罗摩萨目前需要以及将来伫咧西南沿海活动的时阵会有需要的需求清单吼。所以即个注卡是写讲因顶头封起来，即张批就是写即个内容啦吼。伫咧其他物件也拢准备好，并且封起来了后，阮就伫咧即个政府的秘书处，大家同齐甲迄寡私信物件包装起来，真细腻，放伫咧一个小箱仔内底，交互稽查官甲迄寡代表。迄个稽查官就是稽查官吼，就摕着即卡小箱仔去坐船。原良善的上帝带领因真紧又搁真顺利到因的目的地。阴暗一个士兵对哥本哈根吼，华语安尼讲，哥本哈根，阴暗一个士兵对哥本哈根来的 John Smith， 伫咧乌德的市碉堡新造的迄个四个角落咧徛哨的时阵，家己的武器弹下吼，弹迄角伊的武器逃走去投往敌人。即个外表看起来真戆直、真故意的即箍吼，有一段时间还佫加甲讲忠心耿耿吼，忠心耿耿，加甲讲安尼足忠心吼，结果即嘛叛逃吼，在1个礼拜三。早起已经看袂到迄只大船倒粉号咯。迄时，你想看嘛？即个荷兰人叛逃去地成公遐，伫咧末年的2月，当因要转去巴达比亚的时阵，敢有可能再转？好，这人一生就安尼吼。命运就无讲去啊！11月23拜三，早起已经看袂到迄只大船倒粉号咯。迄时，阮迄寡代表转来起山，这以后无久就开始大梦吼，真高的梦，因此看袂到远的所在。迄时，阮写一张批，寄去互迄个副司令官讲，爱甲迄寡船只粮食清单。包括着米的确实的数量写好寄来，并且命令伊讲爱甲水对东伯号按照各只船所需要分配互迄寡船只，同时也爱甲 Akvin 和 Turhot 号甲应该是 Turbot 号啦，甲 Lustunen 号伫咧巴达比亚装运的粮食等等的物件的数量，对因的校谱抄写出来，含顶头的清单同齐送来处地，并且爱伊修理迄只小领港船，甲安排迄只大篷船 The Ludvas 号的代志。搁再一次命令伊爱去执行啦吼，应该是安尼。为啥这变调读无对，读毋对？我查一下吼。哦，歹势，颠倒是一开始读着吼，本条是集吼，固进嘛吼，啊，但是放伫头前咧接手、接书吼，执行吼，若要记本条就记固集即个词就对了，吼，固集。搁再一次命令伊爱去执行。沿岸有一个西南少年人对即个市镇吼，逃走来阮的城墙下面，因为城门已经关啊，
阮就甲灵宝，阮就对灵宝遐甲伊扭起来。哦，这两边咧倒来倒去，这是啥物意思啊？你走来我遮，我走去你遐吼。伊被审讯的时阵咧所讲的话，如下面所详细记载，安尼好，下面是口经啦吼。即若要记口经，就小可搁较长一丝啦吼。所以今仔日都无遐倒啊吼。好，口经是讲，昨昏伊含其他的先仔人去大目港，要去摕军粮。大目港伫倒？我记得是即马现化叫做大目港啦吼。啊，毋是讲毋对，毋是现化，是新化哈，共一个化哩，差遮多。新化吼。现化是较，我印象中是较活山啦，我查一下。新化都已经食瓦山吼，迄千山吼，一边是千山啦吼，一边是市街啦吼，较老咧一边咯。啊，新化伫对。哟，颠倒生活较规片全变对啦，所以我记毋对。好，新化吼，新化北边就是新市，新市搁北边就是县化吼。县化的西边是西港，西港啊西港啊，我毋知吼，我在地人看知无？看。田中遐知无？啊，县化东边就是山区哈，大内还是应该是大内啦吼。好，来，咱来继续读吼。口经吼，昨昏伊含其他的先仔人去大目港，要去摕军粮，因为因伫遐对先仔农夫偷摕一寡物件，遭受到攻击，打击，所以应该是击吼。啊，若囥伫头前爱击吼，有时拢会读毋对去，查一下，确定一下。对，打击吼，打击攻击吼。因遭受到攻击，只有伊一个人逃脱。赤坎的农地吼，切门已经收成，但是数量真少，因此个未到一个月吼，个无到一个月就会食了。目前一斗米卖价700的多比卷子吼。伊敢若写一个数吼，数毋知啥物数，应该是番薯啊，番薯啦吼，是互当地先仔人食的。国姓爷每5-6工就会来北线买一抓。地方官咧已经带着因某去死那咯。普罗宾西亚还佫有几个荷兰人哦，带着因的某留伫遐。海上的统帅以及另外2个大官因为破病来死亡。迄个头前的迄个尸体已经用芳船载转去死那，现在停伫龙里门的迄寡芳船是要向往片湖去的。关系着5号伊证实以前的迄寡讲法。河边还佫被关伫一间草厝呢，袂当去厝外吼。
感谢田永英吼，感谢讲是西港吼，西港啊，西港区啦吼。好，来，我看你听西港。东港、北港、南港咯，拢直接听的吼，西港较好听着。好，来继续哦，讲河滨啊吼，有伫草厝也袂当去厝外。有2个荷兰方面倒去的人，伫咧即个市镇，就是荷兰半岛去迄边的人。真有精神，昨对厝地倒去的另外一个人被送去国姓爷遐咯。士兵1个月领4斗米，厝外啥物拢无啊吼。因平静就伫咧即个市镇呢。因咧想讲吴方也爱如此平静来继续走落去吼。大家拢点钱顾伫家己的所在就对了吼。因想讲，阮嘛是即个荷兰人，即边嘛可能会是安尼吼。国姓爷伫咧夺取城堡以前，伊毋敢转去新仔。塔坦人已经撤离海边啊，转去内陆。现在厝地无用你保证大马经济是国姓爷所提供。现在对新仔来的篷船真少咯，因为最近有7只篷船对新仔要来厝地的时阵，拄着暴风，不得不伫个偏湖附近航转去新仔。国姓爷为此下令，爱甲即寡篷船的头领，就是船长送来伊遐。即个命令伫咧新仔引起其他人真大的即个惊吓吼。毋是惊吓吼，戆影吼。伫咧南部的村社呢，已经无新仔人士兵，因拢已经对遐撤离，移驻伫咧迄个围陆以及附近。伫咧北部也无新仔人咯，满岛以北的所在，因现在拢毋敢去。自从因对遐被调转来了后，福罗摩沙人已经无容允新仔人搁再去满岛以北的所在。新仔人破病的情形，现在已经有较看落来吼。或者是较好落来吼。主要是因为因现在有搁较侪粮食通食，也毋免啉真侪水。像因伫咧炎热的时阵啉真侪水安尼，迄寡军队有一半人死去。伫咧北线尾有即个晚早前甲邦毒就是本毒马信。由即个晚早前甲本毒来担任指挥官，伫北线尾吼，因伫遐咧指挥士兵，是对所有的军团各征调一部分的士兵而来的。因献赏3个金锭，互会当烧歹一只大船的人。若是有篷船会当去夺出一只小船，即该篷船顶的每一个人拢会得到12里尔。荷兰人每个月收到3斗米，因好认有荷兰人被抬死的代志。迄个地方官要互送去新仔的时阵，有滑头吼，有滑头什么意思？滑头看。荷兰的妇女呢，住伫咧普罗宾西亚市镇呢，其中有一寡妇女的丈夫甲因做伙，其他妇女的丈夫分散伫咧迄寡军团呢。有一个荷兰人的首领，带着伊的某甲囡仔来住伫咧迪罗山，伊鼓动当地居民起来反抗国姓爷，因此伊家己含伊的某囝拢被掠起来。掠去即个国姓爷遐，毋知因
会下落如何，这是约1个月前的代志。牛的数目减少真多，因为前一阵仔欠米，不得不杀牛来食。国师爷捌下令，为了要较成好药的吼，不允准对北线堡发射真侪炮弹。迄2门被当作5伤壮败的大炮，也插伫北线堡。伫即个市镇呢，还佫有数门小炮，真侪士兵只要看到有机会就逃往西那去。真侪人坐舢板逃走，有时也坐篷船来逃走。国师爷伫咧西那迄个城池内批，伊派一部分的士兵去西那去抢劫。11月24号，拜四。除了阮迄寡小船继续对迄个停船处再查询来处理以外，无特别的代志发生，着人拢无动静。11月25拜五，早起是寒冷的天气，风悠然是对北方吹来。这个城堡的法务议会召开会议，这个会议开煞了后，尊贵可敬的福尔摩沙议会也由长官阁下调集开会。伫这个会议中决定的事项，会当对阮的决议录看到，下底拢有文件编号啦吼。VOC 1238577，其实咱来配合看才对啦，但是我毋知要对现这物件吼。所以咱其实吼，足侪资料。对连人家城日子阁看袂到吼，荷兰书阁足侪资料通好读的吼。会议开煞了后，阮写一张批寄去互副司令官，甲伊讲，因为阮伫咧听候迄寡船只的粮食状况甲数量，所以每一只船拢爱好好去检查因欠缺的食物，并且正确甲伊写落来。同时，也爱甲因认为今年所需要送来数量，特别是因认为讲上需要食物，同齐写落来，送来互阮知。为着要检查即寡代志，阮命令该副司令官爱任命船长 Bridge、Brandt 甲 Bumister 含伊同齐担任上述即个检查工作的委员代表。伫咧风甲天气允准的状况之下，同齐来起山甲检查的结果用书面trả来互阮。此外无值得记载的代志。11月26拜六，风和天气如同昨昏。今仔日上午甲下午，可敬的福尔摩沙议会拢咧开会。会中的决定事项会当对阮的决议录详细看到。今仔日有2个士兵 Francois van den Broek 和对阿姆斯特丹来的 William Johnson van der Hoven， 哇，真正过来，我烦恼，真正是，逃走去这个市镇投靠敌人吼，有名的吼，这2个，看到基督徒为着要伫咧这个世间吼。来，这个偷生吼，来做出这种背叛上帝又搁可恶的行径，还是行径？就找一个这个姓，径吼，径拢会使吼，骹行的路就是径吼，小路。这种做出这种背叛上帝又搁可恶的行径呢，实在互人真伤心。阴暗天气良好，结束。11月27号礼拜日，今仔日按照往例举行安息日礼拜，
敬拜上帝，天气良好，看到有7只帆船对搁较侪只，即几工一直停伫咧鹿耳门的迄寡帆船当中出来，往海上航去。即寡帆船因为遭遇暴风，伫咧要暗被飘到五峰迄寡船只边仔来。五峰迄寡船只随去追捕因，但是因为天真暗，不得不放弃即个机会。伫咧即个海湾内底，看瓦郡即个北线仔尾的北角的迄寡帆船，看到因的同伴遭遇困难，就乘帆要航出迄个北港岛，但是因为迄时海水真急真错流咧退海水咧退啦所以呢煞跨线啦虽然以后无定是已经出港了，但是大概嘛必须要留踮遐来过暝，其他无啥物好记载的代志。11月28号礼拜一，11月要结束啊好天微风对北方车来，看到迄寡帆船又搁转去因的所在，其他的帆船对北线尾的西边同齐乘帆航去，看到有2个新仔人对迄只库克克号的残骸往陆地游泳，就用步枪往因射击，但是看袂到有啥物收获。可见的福尔摩沙议会又搁召开会议，因做出的决定，对阮的决议了会当看到。今仔日规工拢伫落迄寡小船所载来的物件，结束。11月29，早起天气良好，微风对北方吹来。中昼看到西方有一只船，大船东伯夫号甲Fujiland号就去追捕。头前讲的迄只东伯夫号，伫下晡就失去伊的上桅转来。迄寡小船载转来物件拢已经落了，今仔日大部分的时间无用咧落迄寡物件。迄只Fujiland号还阁留伫阮看袂到的所在，愿上帝互伊对阮的敌人造成损害。好，11月30，11月最后一天啊拜三，相关得天气良好，看见迄只Fujiland号停伫咧北平大石区附近。要暗转来迄个停船处无任何的收获，沿岸敌人用因的盗好的即个箭来射迄寡囥伫咧嘉兴台附近的即个冬天的杂草啦互迄寡草倒起来。嘉兴台就是要甲人吊死的啦绞刑台啦我直接读啦，我嘛毋知迄个台语要安怎讲。好，煞接阁对即个市镇和对面的北线尾用大炮往即个城堡发射数发炮弹，阮也发炮回击，此外无值得记载的代志。已经足久无拍炮另外即嘛阁发几炮啊，意思好，12月相关逐工有记12月初一嘛是倒拜四。12月初一拜四，早起好天，微风对北方吹来早起对真早迄寡可恶的盗贼者，就对即个市镇开始阮你大声喊真侪即个礼貌话阮就用大炮来回答因。迄寡新仔人就共款用大炮来还击袭击阮下晡，福尔摩沙议会召集开会，因伫咧会中所做的决定，会当对阮的决议了。伫今仔日的日期详细看到今仔日规工，迄寡船只小船又搁咧无用咧载查身来岸顶。12月初二拜五，早起晴朗平静无风的天气。上午，即个城堡的发生司法庭开庭，阮迄寡小船又搁含昨昏同齐
规工无用，你再查身来换顶。12月初3拜六，一工就长啊！好长，落长，看起来是敢若是个有咧技巧，啊，佮有一寡字体是粗体字吼，可能是佮有啥物口径，还是啥物批数，啥物批，啥物之类的吼。好，所以即工好长的吼，我看遮时间，无定剩来这20分可能读袂了，尽量啦吼，读偌济算偌济。好，12月初3拜六，早起好天透北风。阮搁再一次审讯顶个月16号倒来投靠阮的迄个新仔少年人。下底有注脚第一条。物件偏好。要来看讲，伊是毋是伫咧变啥物网？吼，变啥物花样？吼，变啥物网？但是咧，伊坚持伊早所讲的，完全无变更。吼，阮发现即个运动吼，诚认可吼。阮今仔日要派船去新仔沿海的即个英灵吼，因兜伫咧英灵附近吼。因兜即个伊是啥物啦？阮今仔日要派船去新仔沿海英灵，因兜伫咧英灵附近。即个伊是敢是讲即个囡仔啦，即个少年人。因爸母住伫遐吼。伊真谦和请求阮，互伊去遐，因为伊是一个踢坛人的囡仔，是被国姓爷的士兵掠来的。伊即个请求阮允准伊。哎哟，有人就放伊走咧吼。下晡，尊贵的佛罗摩萨议会召开会议，迄时天顶乌云密布，强风对北方开始透来。开会决定的详细情形，会当对阮的决议录今仔日的日期看到。因暗阮为着司令官靠阁下含阮的秘书康斯坦丁诺布先生示行，因伫夜间，因伫夜半暝啦吼，因伫暗时顺利去做船只 ZX 号、Hugland 号、Domberg 号、Ankvin 号甲 Lennon 号，要去西南沿海一个所在叫做英灵吼。这个所在伫咧顶个月7号的日子呢，已经有详细记述。这是按照顶个月26号的决议执行的。详细情形记载伫迄一天的决议录呢。阮另外用一份指令，指示上司司令官阁下以及上司秘书应该遵行的4项技术如下：首先，劝勉司令官阁下率领上司船只到北纬24度40分，伫咧西南沿海的伫塔坦人辖区呢的即个英灵市了后，就爱随甲阮派即寡船只去遐的目的，甲迄个名叫做D 啊吼。应该是老爷吼，爷的即个闽南音，我按怎读都无感觉这是爷吼，爹吗吼，爹讲去到遐，就爱随甲阮派即寡船只去遐的目的，甲迄个名叫做爹的即个当地省长，并且将阮的礼物甲问候的批拢交予伊，即张批抄录伫咧下底。好，咱来看伊安怎写配合即个英灵即个歌吼。荷兰政府伫佛罗摩萨岛市的即寡城堡甲人员的长官甲议会敬祝塔坦人甲新仔人的大国王合下的港都英灵的统治者爹阁下身体健康，官运昌隆。无久以前，阮一位议员 David Hartwell 先生率领3只船偶然去到你阁下的海港，承望你阁下温群接待，互阮致感欣慰。在此，阮愿借此机会提供相当的酬报，你阁下敬表谢意，因为伊殿下靖南王甲部院，阁下互人欣喜的批信。
阮现在派阮的秘书 Constantinople 早着批来去答复伊殿下，并且伊殿下亲切旨意，并且要去表明阮已经准备好要去证实阮愿意对伊殿下以及他谈陛下的臣民效劳的意愿。虽然阮因为遭受这个可恶的海贼国姓爷的毒袭，你毋甘甲阮现在伫此地的军力分散到其他的所在去。现在阮也是派司令官 Jacob 靠阁下率领5只大船去你阁下遐，要去极力攻击阮共同的敌人。相信此事将会使你阁下特别感到满意，也对促进伊陛下臣民的兴旺发达将会发生功用。因此，阮请求你阁下关照阮即寡船只以及阮其他的船只，互因伫遐会当以合理的费用处理因所需要的物件，也请你阁下尽力帮忙，互阮上述迄个秘书甲伊的随从会当顺利转来阮遮。为着要搁较表示阮对你阁下的仰慕，在此致敬6兆红色亮布，1匹品质一级的车文布，4匹精美的塑形面布，甲以及1沓护照，即寡微不足道的物件，你阁下若无气嫌废物俏纳，阮就搁较宽怀咯。用荷兰文写伫台湾的日兰野城堡，阮的1661年12月初3，下面写佛罗摩萨岛屿的长官签名 Frederick 贵一。过来，即个订呢，就允准上述的秘书 Noble 甲阮写互父王、靖南王和军队指挥官。就是礼部院的批早去福州就是伊必须爱去的所在，去亲自交互因了后，脑部就会当该动奉命公行的人上北，而上述司令官就会先爱斟酌探听当时何处上适合去攻击，此地使用的物件，下面将会提起伫买着并且装存了后，伫引起不利的猜疑的情况之下，爱毫不延前来随用阿克vin号甲雷伦号送转来台湾遮。如果诺贝尔先生袂当，就是迄个秘书啦袂当及时同齐转来此地，等到伊对北平落来即寡好运可能会经由暹罗再去巴达米亚，所以到本个月25号左右，如果伊还毋转来，就毋免搁再等伊。国姓爷的旁船现在主要拢是舰船，所以拢应该爱甲因击沉破坏就是爱甲炮沉破坏掉啦安尼做佫会当减轻阮的重担，另外也会当得到塔坦人以及伊的臣民啦，我拢谈唔到臣民的欢心。若是即个国姓爷属下的商船甲其他的船只，只要用心一滴就会当掠到，绝对袂当互因来旋走。伊阁下巡捕即寡商船的区域范围，北边不得越过 Storm Bay， 南边不得越过 Erasmus Bay， 或者是天柜的上北角。除非确实知影敌人伫遐无占优势所在，若拄着状况，伊地到互相漂离袂航，或者是去到其他的所在12到14天，就要甲营人员当作会合的所在，真骨力来去遐拍探听敌方有啥物最新的消息，或是阮对此地有啥物紧要的消息送到遐要爱因知。
即战术目前即种困难的时阵呢，是非常重要。阮严肃来劝勉伊阁下必须确实遵办。到明年1月底，伊阁下爱带领上述这5只大船，迄时阿克宾和雷伦和应该已经转来处队，留伫西南沿海。过了即时阵，就爱尽量较紧转来处队停船处，不可延前。除非还阁伫和敌人作战无，并且有获胜的希望。对敌方掠来的人，除了对尊贵公司有路用的显要任务以外，爱一律抬死不留外口。共款，抢敌的船只被认为对尊贵的公司无路用，就会当维护塔坦人的性命，或者是赠送迄个省长，或者是其他对阮上有路用的官吏，也会当考虑。当注意到我方上主要期待是安全来使用塔坦人的海港的时阵，迄寡船只就会当充分来支付阮的即个需用品，这嘛是一个好办法。爱真细腻来注意，毋通互塔坦人的人员甲船只被我方的人来骚扰，以免互迄边的人甲阮当作是海贼，甲迄种真侪人感受到的即个古老印象的即个影认为讲是真实的代志。尤其是讲这拄则开始的即个有限的自由，袂使因为粗心大意，而去因各种各样的麻烦甲厌恶，而招致重重的困难。阁剩9分钟。伫开始讨论的事项中，有讲起讲要安怎辨别朋友甲敌人的记号标志，以免意外被误会成做阮的恶意。以免意外被误会是阮的恶意。共款因为上述理由，伊阁下爱小心注意，我方的人起山了后不准骚扰当地的居民，凡是会当由塔坦人载去船顶的物件，就先毋通由我方的人家己去搬运，除非亲信绝对无问题，并且伫严格监督之下，才会当由家己的人去搬运。要买急需的物件的时阵，伊阁下必须要派用做过阮的司帮员的 Martis Alebos， 伊相当精通西那人的语言，并且爱派迄边2-3个上巧的士兵，早就请来陪伴。伊特别爱注意，不得派用其他的我方的人员去担任即种收买工作，以免伫即个拄则开始的时阵，就遭受到高关价收买即个损失。上述船只停伫遐的期间，爱设法加买一寡新鲜食物，并且将肥肉甲肉拢甲因即个收藏起来。为着即个目的，阮伫遮交互伊阁下6000两日本的银，甲1000西班牙里尔。为着要遵照即个国家的习俗。伫咧建立即个新关系的时阵，为着要国家会当和当地显要人物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互因对我方产生好感，在此也当作早起下对即寡物件，1匹用布，4匹品质1级的车纹布，20匹素色的棉布，20匹。印花棉布40匹，高质的棉布，1箱玫瑰水，1袋大香木。对即款物件，伊阁下会当适中适中的啦，就是真适当提出来赠送互安尼的人物，或者是伊认为讲有利益伫阮的其他的人。迄边港湾停船的情形，以及
欲像舞弊的状况，爱尽可能准确详细来描绘伫地图顶，并且伫不致引起阮即寡朋友反感的情况之下，请因去侦查被敌人掠去的我方迄寡朋友的状况，看是毋是会当对因平安来收着来批。剩6分钟，读袂了。到这哈。读到要到一半啦，所以你会当知讲明仔载这毋是后礼拜这另外一半，后礼拜再读啊吼。我搁继续5分钟加减答。阮伫指令里命令顶面所提起过的诺贝尔先生讲，去拜会英领长官嗲，甲阮写互伊的批以及礼物拢交互伊，并且得到伊的许可，会当进行下一步的行程了后，就要好好准备前往福州，甲准备好亲像是阮的状，爱传敢若亲像讲阮的状况非常的好啦。此地就是台湾遮吼，拢无啥物不如意的代志安尼吼，爱加减即种情形吼，一路上拢爱避免多有不必要的开支，以免去到遐以免去到此行必经之地泉州长官遐爱进行重大希望会开始的时阵，不致显得讲伤频发小气，频发伤散伤即个小气，安怎讲？这写要记，伤当生了吼。伫遐爱以阮的名义，甲阮的批甲礼物呈交互伊。去福州见着父王、靖南王的时阵，就爱甲阮的批礼物拢交互伊，并且爱恭敬来伊转达阮诚挚问候之意。如果问起荷兰人的状况，爱谨慎保守，甲国姓爷前来处理代志，照实回答。并且将此地发生的代志按照所知影据实回答复。但是伫交谈中，爱甲因讲，现在阮已经有希望甲形势，会当伫这几个月内将这个可海贼国姓爷赶出此地，赶出这个福尔摩沙也赶出西那，而且这以后无偌久，也将会当用阮的船重新经营被压制真久的通商贸易。伫福州甲北平的有商品会当交易的所在经营贸易，即件事特别是迄寡对此事无了解的人，可能会要求我方用书面提出申请，就那亲像讲我方还阁需要听候许可，才会当经营即个贸易。安尼，阮袂当安尼做阮袂使安尼做。而是爱做甲讲，若像讲，阮以前就已经对顺治皇帝遐处理即个许可咯，现在只是要甲靖南王刷约认可而已，以便阮会当踮此地开始经营贸易。即个贸易一直到现在，阮是被国姓爷虚假的友情所阻碍咯。现在也无载商品来，是因为要消灭国姓爷是上主要，而且是上首要的目标。陪伊同齐来的人有做翻译的下设商务员威廉·佩斗先生、下设商务员 Adrian Pick 先生、医生汉斯·乌瑞特先生，一个做文书的西那人，甲2个勤务兵。
剩2分钟啦吼，我著读到遮啦吼，读到遮啦吼。遮拄好一个表伫遮吼，读到遮。啊无，甲会对即个表读好了好啦。当因含其他人商谈上述的重要事务的时阵，爱记录条，就是爱有礼貌来试咧，请因尽量较紧对遐派遣良好的使节落来。上好是佮带父王写互即个海港的统治者书面的命令因伫阮的人员甲船只去到遐的时阵，爱优先对待阮，并且互阮方便行事。如果即个请求被拒绝，或者是被延前落去，安尼就照口讲，阮为着要伫咧海上攻击敌人，并且要去甲真侪敌人的舰船攻击的塔坦人的臣民及时解救出来，阮还阁有真侪爱准备的代志，但是若是安尼也得袂到阮所要求的，而是父王另外有其他方法要来满足阮的希望，安尼我方的人也袂当露出不愉快的表情，就是无欢喜的表情啦吼。伫迄个城市呢，或者是旅途之间，也袂当含因随意结伴来代表咧黑白说啦吼。爱为着要馈赠，copy。规为着要规正遐的大官，阮交下列的物件吼，上述迄个 Nobel 就是秘书啦吼。好来，即个表甲读好了就结束吼。结束今仔日，1匹红色的绒布，4匹品质一级的车纹布，10匹塑性棉布，10匹精良的印花棉布，50匹精良的胶质棉布，150细干的玫瑰水。即寡也会当当做旅费甲即个现实费用吼。600西班牙里尔甲400纽银锭，最后阮劝勉伊伫咧执行即个任务的过程中，爱注意维持我方人员良好的特殊，也爱甲一切经过斟酌记录落来，并且祝福伊蒙上帝保庇。好。交代代志交代煞吼，拄好即个表读煞，安尼后回较会记得对只表开始读起。好啦，今仔日读到遮吼，感谢各位啦。看卖有啥物笔记？就是敢若天阳兄，感谢甲咱分享即个西港。好，读到遮我来关房了吼，感谢各位。